大学指考去年改做分科测验，无考国文、英文甲数学医哦。有的科系是采假学测的国文甲英文的成绩。最近有统计显示讲，今年分发无采假学测国文、英文的科系有淡薄仔增加。自然组的甲数理相关的科系哦，真侪拢毋免看国文的成绩。管理财经相关的科系哦，嘛有真侪拢毋免看英文的分数咯。想要入去大学理想的校系，考试分发入学是最后的管道。李同学想要拼台电机，采集分科测验的数学甲、物理、化学甲学测的英文。我觉得化学普遍程度考试的难度就比较低，所以我重点应该放在数学。今年有1840个系组登去采集学测成绩，其中分科测验无考的国文甲英文是主要采集的科目。针对这个国文、英文的参采的变化其实并不大，我们还是这个会参采国文、英文学习，它原则上都还是有参采。分科测验大部分都是采集1科，那你至少要3科，你学测就会采集2科。像我们人文或传播，我们都是国文加英文或国文加社会。也毋过，根据升学资讯平台统计，今年分发268个系组无参采学测的国文，292个系组无参采英文，阁有32个系组是国文、英文拢无参采，拢比去年增加。其中无采集国文的大部分是自然组的数理科系，无采英文的大部分是管理、财经。分科考试是今年最后一个大型的招生入学管道，很多理工科系不设国文门槛，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好招生。大学文指出，部分自然组的学生学测国文无考到顶标，若是分化搁采集，一方面学生是第2届打击，学校嘛无法度收到数理真好的学生，少子化冲击参采是愈简单愈好，嘛是招生的办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